呢個頻道係專門講俾食齋啦、念佛啦、修淨土法門嘅人。如果你唔係食齋啊、信佛啦、修淨土法門嘅人，呢個頻道唔係咁啱你。如果你睇咗可能會失望，雖然睇咗都冇咩問題。今次講想介紹嘅書籍，第一係印光大師嘅文鈔。印光大師文鈔精華錄，精華錄比較短，比較薄。如果係文鈔呢，就比較厚，有一二三四冊到咯，四冊比較厚。比較厚。不過如果想聽多啲大師嘅説法、開示教誨，咁當然係全集比較好。跟住就係安時全書，安時全書呢本係比較新。我見過圖書館有一種版本係比較舊，不過都唔緊要。最主要係我一開頭睇嘅就係呢兩本書，一款係文鈔精華錄，一款係安時全書。印光大師嘅開示呢，特別適合現代人，所以我諗現代人最適合睇嘅淨土書就係印光大師嘅文鈔。